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咧讲，细汉烦恼伊袂大，若大汉烦恼伊袂出。这是讲就是大烦恼是细心声，无论是细汉或者是大汉，拢烦恼袂煞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带，青蛙带第7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带就是查甫带查某囡仔入门结婚，或者带，还佫有带某、带新娘、带新妇，拢是同款意思。古早嘛有人讲是带亲情、带妻，结婚咱讲是嫁娶。若对新郎去带新娘入门，这个查甫咱讲是伴带，一般拢是会经也未结婚的。另外，佫有两个音，一个读做厝，一个读做厝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嫁娶，也就是咱现代讲的结婚。古早嘛有人讲是做嫁嫁。第二个词读做带某，这是为查甫的角度来讲，带查某囡仔入门结婚或者带某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一句话讲，做了歹田望会东，那娶了歹某是一世人。这是古早以男性做主体，讲到娶某对查甫来讲真重要。现代性别平权，无论查甫查某要嫁娶，拢希望找到小小过一世人的对象，总是特别张持，袂当落错。所以有人就归去独身啊，家己一个人较快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带，另外有一个音读做厝，也有一个音读做厝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